肉丸就是的啊。嘿，啊，毋过伊是爱用生的，真的安尼滴，安尼恰恰。啊，咱一人一粒啊。啊，嘿啊，当来。五粒。爱加卵无？爱。哎呦，一定爱加甜糕。酒花白白，唔捌看过这种。你捌食过？捌食过这种这个诶面捌看过。因为阮知影的粿拢是菜头粿、肉粿。哦，肉粿，这内底有肉，啊，毋过这有蒸粿，恰恰。这个种恰恰啊，蓝这个鸡。你若是介意较重口味的，咱有人蒜头。安尼哦。蒜头还是人那个？哇，恁两个做啊变同一个啊。讲台南的啊，这我嘛有食过啊。你嘛有食过？那我嘛是爱讲菜市食，菜市较好食。哎，很特别的味道。我本来就是讲会亲像肉丸安尼，但是伊个毋是肉丸。哎呀。你比肉丸搁 Q 上，对。这个口感足特别的。你这来做早餐都适合。这就是早顿啊，因为哦，好食啊，好入口，啊，更有能啊，营养有够。营养。